大家好，今天的节目是咱记得播歌声，最后开始带来一首唱一首故乡的歌，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。
像花苗铺出来，想故乡今夜的月一定比他乡可爱。真希望亲像月亮，看会着阮故乡厝内。出来，我猜想你风明比袂着月亮可爱，真希望亲像月亮，有天星伴伊天涯，美人月色可爱呢，月光温暖厝外的人客，相厝的朋友做伙，唱一首故乡的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唱一首故乡的歌，月也是故乡意。对啊，月啊，水也是故乡地，一定安怎？因为有感情嘛。对啊。出生地。有的人吼出外的时阵，搁水土袂合，讲吼交大阿母啊，讲吼我若要出门的时阵吼，炸一寡米，炸一寡水，吼，啊，搁炸一，搁有啊，迄真正我拄着哈，搁炸一杯安尼，一杯咱故乡的土。嘿，阿公安尼，豆啊甲蓝甲嘿，阿公这袂水土袂合。是啊。对啊，好来哦，谢谢大家哈。今天的节目叫做《义大伴歌声》，这首歌曲是咱侪观众朋友喜意的哈。啊嘛来线顶，侪观众朋友上线咯。好啊，挺好大哥，谢谢龙中，谢谢蒙大哥，谢谢龙泰大哥、焕忠大哥，谢谢哈。来，苏贞姐好哦，感谢咱的蔡大姐、耀星大哥、秀仁大哥、王阿姐，感谢国登大哥国登大哥你有加油吼，我有看到哈。谢谢咱的王阿姐啊，顺天哥哥、文东哥、文玲，感谢文龙大哥、秀芬，来明吉大哥、彩霞姐、sen树哥哥哈，感谢恁满满的抱歌声，好满满的抱歌声。老师啊，迄以早的人哦，真正是真做，所以讲吼，爱着做伤过粗重啦，系做甲哪翘农业社会，真正做甲翘骨，做甲五成腿，系啊，哦，啊，迄阵农业社会。你讲做啥？开卡轻。五成腿，开卡轻去啊，开去啊，开去啊。就做甲底甲伤重去啊。对，做甲拢我来鼓去哦。哦。伊是安怎鼓起？你敢知？伊就是安怎？伊迄个变做讲，伊个骨甲骨的中间，嘿，磨笋，啊有当时土肉精啊，啊土肉精了后，佫无顾，啊无顾吼，伊爱安尼即个姿势吼，较袂酸，较袂去点点。啊，久来你就安怎？即个动作久来啦，定型去啊啦。嘿，伊若要甲停开，是讲哦，疼，暗时啊倒落困的时阵，讲疼到足艰苦。本地些正正。对。啊，即摆因主是吼，因为说讲到使用过头歪落了，吼，错去啊，偏去啊，所以讲就这呢，就变成讲哦，怎屈掉咧。是啊。啊，这你若无甲治疗好吼，迄对规世人。啊，有啦，有人伫行路开一边就是安尼，我讲哦，做伊个是啊啦，有当时毋是鼓起尔，会做
S 型是的，哎呀，侧弯啦，嘿还有人是鼓起，啊，有的人是侧弯，对啊，这呢，现代人较会晓保养，是啊，有咧看芳龄的节目，嘿知影讲吼，这会当甲顾开。你即摆小可点点伫咧生，哦，啊那这龙骨，欠啥即个龙骨啊，伫咧疼的时阵，疼到哪？疼到大腿头落去，疼到骹拢总麻去的这啊，坐安尼嘛艰苦，坐安尼嘛艰苦。这上你会知影无？咱吼有只鱼啊，大只龙鱼，顾咱即支龙骨。是啊，迄龙鱼就无简单的哦，迄龙鱼吼爱饲几担，爱饲3担，每一尾拢总爱超过6斤重以上哦。效果上佳。对，而且我咧讲，这经过脆，一甲骨中间这软骨啦，嘿，吼，拢总甲你顾好势。是啊是啊，你敢知影？伊内底的胶原蛋白，甲一般咱观众朋友即咱的思想内底的胶原蛋白是无共款哦。伊迄个咱的龙鱼内底的胶原蛋白，就敢若咱迄强力膏共款哦。伊会当吼，伊附着伫咧龙骨顶头，毋才有法度啦，袂过伊流失去。对。干掉伊落去，我咧讲哦，伊就落去咱食落去了后，伊就去甲你贴附了，啊就去夹掉咧，夹伫你龙骨所在。所以讲你豆豆食豆豆安怎？豆豆安尼筋开，豆豆迄个软骨啊，豆豆筋，豆豆筋哦，骨膜骨上豆豆筋的时阵，伊会当互你的骨质密度吼变较怎？变较悬，吼，啊，佮吼补充你的价值啊。所以讲，你会感觉讲，较袂遐掂啊哦。我较会当，较会停啊哦。所以讲，尤其是内底骨头爱定，价值要有够。所以讲呢，做这个筋骨才会软球，才会协调。边边我咧讲哦，迄边边鱼啊都无共款嘞。迄龙鱼甲迄种鲨鱼啊，咱进前有听讲这爱鲨鱼软骨嘛足好对无吼？但是呐，龙鱼的软骨素，伊是鲨鱼的软骨素的15倍啦。吼，所以讲迄无共款呐。比比这若食一只，这爱食15只，要来有共款。15倍。对啊吼，所以讲吼，观众朋友，你若会知，会晓甲顾了着重点，你就袂搁再安怎，袂再搁再酸，袂搁再麻。迄有当时真正吼，你点着的时阵，微胀，暗时啊无法度困，规支骹麻甲吼骹底落去的这啊。爱赶紧甲做修补吼，筋骨软骨同时来甲兼顾。对。这个加一补充，加上做这个密度，伊这个增加，为着咱下半场的这个人生呢，去更加更加水，而且这个色彩就对。对啦，人讲下半世人吼爱活较精彩。唔好，我咧讲唔好吼，安尼不等听时间若转来时阵哀叫啦，嘿啊。一届两届，我咧讲吼，早甲若背咧，毋是，伊就讲啊，阮母也都生成安尼啊，伊会当作你是生成拢安尼啦，伊毋知影讲吼，是一工比一工较疼啦，所以讲咱观众朋友吼，顾爱一定爱家己顾好啦，好无？嘿啊，家己上了解家己。对，吼。家己也毋免人顾先，你才有法度照顾啥？身边的人嘛。对无？这真重要。好来讲到这吼，咱即摆要来进行到头一阶段咯吼，互咱观众朋友来听歌来点歌。今仔安排6首歌曲哦，吼，头一首《准上来的囝准》啦，在异乡的酒场内，饮酒心闷闷。来第2首，哎呦，嘛是个尊顶嘞，尊顶的男儿。月色青青。看着船顶摇来摇去，海风虽然吹，会着阮无聊的三更。来哦，第3首，再会干一杯。再会啦，再会，心爱的。何必心难过？暂时莫讲
伤心话，惜别的酒干一杯。好来哦，第四首，我是一片云。深水魂梦飞，他来去无牵挂。好来哦，第五首哈，深深的恋情。深深的恋情，不知万万千。好来，今仔上尾的这首是咱的《深情海岸》。老去的伴，演唱老情歌，一首妈妈日代的情歌。好来，以上6首歌曲准备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哈。来，谢谢我们的地震大哥。来，今麦准备敲电话敲头前这线，足大力啊，对不吼？83263178326317，中华县市直播，高县市加控诉的可以。头一首准上来的行船人，第二首准上的男儿，第三首再会干一杯，第四首我是一片云，第五首深深的恋情，第六首哦深情海岸。来，以上拢总上线咯，谢谢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就算。哎，来，月娥姐你好。方林好，好，钟大姐，老师好。好，我今天选1跟6。 1跟6，好，无问题哦，哈。船顶来的行船人，谢谢你哦，平安。深情海岸。来，挺好。你好，方林吗？哎，是的。方林江老师好。好，昨天早上收到货跟赠品，谢谢。谢谢哈，嘛感谢你给我加油哦，嘿，感谢电话谢谢聊到啊哈。来，今天要听到一首歌。第3首跟第2首，第谢谢。3首。好，3跟6了哈，好，谢谢哈，平安哦。哎，你有文东哥，文东哥哥，喂，嗨，方林你好，哎呀，上山呢。江林老师你好，好，我点第5、第6，第5个第6。 5跟6，好，谢谢，感恩。好，谢谢文东哥啊，平安哦，谢谢。来，康康你来呀呀。大家好，江林老师、方林哥哥，大家好，我是康康。嗨，第6首第6首，亲情海岸，谢亲谢。情海岸，谢谢，感恩，拜拜。来，明定大哥你好。哎，来，明定大哥要听哪我首？要听亲亲的恋情，深深的安恋情。慰好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平安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明杰大哥。哎，嘿，明杰大哥你好。我点第1个第6。第1个第6个，好，我下台哈。好，谢谢，平安哦，嘿，谢谢。第1个第6个哈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两位好，我是5号跟6号。啊，你好。 5跟6，好的，谢谢我们的张小姐哦哈，哎对平安，谢谢。来送我这你好，哦，第6首。第6首哦，哦，好，我下开哈。好，谢谢你哦哈，感谢。来，米子姐姐，喂，两位好。米子我要姐姐。听了3加5。 3跟5，哦，好，我下开哈，谢再谢，会干一感杯。谢米子姐姐哈。深哎，你好，深的恋情。玉英姐姐，喂，玉英姐啊，喂，来有听无？方林了。嘿咯，我这久无甲你点歌，我甲你点歌。好来，系啊。第几点首？第3加第
第五个，哦好，嘿，两条。好，无问题，谢谢咱共演姐姐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今仔日吼上侪人点的就是这首叫做《亲情海阔不尽》咯吼。来，阿妹姐，喂，喂，阿妹仔姐，妹姐啊，欢迎哦，嘿哦，来点歌后哦，来讲，第三个甲第六个哦，第三个第六个，好，咱这阿妹姐哈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感谢。顺天哥哥。两位主持人午安，我要听第三首跟第五首，谢谢，感恩。三跟 OK， 谢谢三跟平安。好来哟，好，谢谢咱的顺天哥哥。来，咱就搁再十几啦，好不好？哈，搁一个蔡大哥，蔡大哥你好。我点第二条跟第三条。第二条跟第三条，哦，来，谢谢我们的蔡大哥哦，哈。真相的男人，好，平安，谢谢。来，准备亲情海花。来，这首歌曲，有咱的关公仔、挺好、文东哥、康康、张小姐、林家大哥、宋老仔、阿妹姐，大家介意听啦吼，感谢您咯嘿，放进来甲咱献唱，谢谢。老桥畔，现唱老情歌，一首妈妈年代的情歌。人讲无流行，也已经替时行。老歌词唱过我这心声。对着海风大声唱大声话，女人心你敢有看？迄粒心沉在亲情海岸，老怪车你着行我。老桥畔，情歌唱袂煞，一首妈妈年代的情歌。不免对流行，梦惊替时行。老歌词感情永远好听。对着海风大声唱大声话，女人心你敢有看？迄粒心沉在亲情海岸，老快车你着行我。对着海风大声唱大声话，女人心你敢有看？迄粒心沉在亲情海岸，老快车你着行我。
大家。亲情海化。哎呦，感谢剑山哥哥、文东哥、挺好大哥啊，咱的文明哥哥，等下你今仔无卡开点歌哈。来，啊，搁有咱这个文明哥哥，啊，这是文玲姐姐哦吼，风珠姐姐，哈，秀梅姐。好，咱顺天哥哥哦，严文明虎大哥哦，啊，感谢你的加油哦嘿，啊嘛感谢你的破坏声，谢谢咱的顺天哥哥，感谢雪玲、秀芬，来昌雄大哥、秀仁大哥、文东哥哥、谢大姐、神树哥哥，恁的破坏声哈，感谢恁满满的破坏声吼，啊嘛有会知啊，我就接电话的时阵，就已经做侪咱观众朋友，芳玲啊，我猫掠着啊，好，猫掠着哈，啊最近。保持年佫刷了吼，月底啊，月初就连你到，啊，咱真侪时段你会知哦，父亲节特别到啊，所以讲吼，芳林特别有甲公司争取到恁的福利，你家己我争取，但是是恁的福利。莫讲母亲节有送，嘿啦，哦，一两盒，嘿，对无？父亲节走我无半个，无半个，奇怪，差伤济啦。阿爸伫厝咧等讲，啊，阮大汉的无转来，啊，第二个嘛无看呢，是，走去。拍七啊！掺现金都无得。无，嘿啊，无嘛打一下现金，我家己来食。今日吼，今日食脆碎尔。无要紧。嘿，爸爸母亲节、父亲节快乐，安尼算。对，我咧讲吼，无要紧。即马你会记得，啊，父亲节、母亲节看芳龄就好啊，哈。哎，我绝对吼，甲恁安排甲好势啊，好势。是。哦，都包括讲即条就好啊。咱等下吼，要来开始准备了，听歌、要歌名，好礼送互恁对无吼？送即条。咱个多功能的盖毯，哦，会当架，会当厝，会当遮阳，会当安怎做野餐垫。搁海边的时阵吼，搁厝咧海边啊，踮啊天吼晒晒海，你看吹海风、晒太阳吼，袂歹哦。山顶甲早甲海边。啊，尤其是即马吼暑假期间呐，对无吼，大人囡仔拢转来，人若讲吼要带咱去啊，妈妈无咱吼带咱迄个公园遐行咧。哦，你看，阮咱遮有迄中心新村的，嘿啊，大家踮遐咧放风吹啊，嘿，安尼啊，即条甲厝咧时阵吼，哦，甲天咧，嘿啊，我咧讲哦，长度160公分，哦，真够大。嘿啊，都我咧讲，又较多到我遮啦吼，啊，若看度都80公分吼，这个要看是要天要厝要架，真正包括讲吼，车底甲放一条啊，哦，啊，若安尼冷凉，有当下。车底冷气会较凉对无？吼，你甲厝咧。随时来甲做使用。啊，来讲去坐车的时阵，咱挤开吼，其实这大条对无？啊，而且我咧讲，伊是6元洗哦，咱一般人棉洗2元就拢足好用啊，对无？咱做到6元，因为高度都有够。高品质。伊润度有够，但是棉洗吼，伊一个特性哦，伊是愈洗愈嫩愈绵啦。愈松。哦，啊，我咧讲。啊，你若挤开时阵吼，安尼这安尼2个，加速来你看吼。哦，后边即搭才有电视有啊。对。这是外销做这美国的哦，欧美的哦。啊，无哪有遮大条。嘿，高级品的哈。对，来，啊，我咧讲吼，挤开，剩安尼尔。对。看起来真高雅。对，你看遮大条吼，互你挤开时阵剩一丝丝安尼，所以讲咱来看有安尼，迄个包包啦。行李袋啊啦，吼，甲放者足好势啊！嘿，好，啊，恁今仔日等下来要歌的时阵，我就送恁这条多功能的，咱这个纱布盖毯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。好摇的哦。我的泪因为你变成上光去粒星，我的心因为你才有温暖的冬天。你的情为着我，甲
甘愿吃苦不伤甜。你生我一生，回头啊过去，拢是这呢水。你一张我一张褪色的相片，有美丽的记忆，谁人甘心离开？一生只有你会当原谅我的脾气，一生只有你会当体贴我的伤悲。为什么等到你无转开？一句我爱你，才甘愿讲出嘴。为什么袂当，予我的命换你？地角天长我生气。我的泪因为你变成上光迄粒星，我的心因为你才有温暖的冬天。你的情为着我，甘愿吃苦不伤甜。你一生我一生，回头啊过去，拢是这呢水。你一张我一张褪色的相片，有美丽的记忆，谁人甘心离开？一生只有你会当原谅我的脾气，一生只有你会当体贴我的伤悲。为什么等到你无转开？一句我爱你，才甘愿讲出嘴。为什么袂当，予我的命换你？地角天长我生气。首好一段就这个亲情的歌曲，拢总有4字。来，咱观众朋友来甲又看卖啊！所以起笔来甲演奏一段日语歌曲，这算属算就这个苏林语的吼。来，这个歌曲足好听，因为讲即摆现主持咧热天时啊吼，来甲听的当中的时，你会感觉有这个心凉鼻透开迄个感觉啦。犹原同款5个字。原来一心相比。爱是情，天已经断了，嘛着出泪滴。全万事情就是予你再生气，总是来等。春天，
了心。春梦是演员啊，何必留恋伊？总是人来等春天，几回的时机。变来伊心相依，窗来是情，无缘的美情意，看破才合意。期待着未来日子，打拼来赚钱，总是人来等春天，几回的时机。这首歌曲叫做啥物名？来，咱观众朋友大家又看卖咧哈。是来准备要来观众朋友来，咱来公布答案啦，吼。好，哦，好来哦。喂，龙泰大哥，什么歌名？好，我下看。喂，你好，广告这。喂。准备公布答案喽！谢谢大家。来，两首歌曲拢总是5个字，头一首带小好的。我的泪因为你变成上光迄粒星，我的心因为你才有温暖的冬天。你的情为着我，甘愿吃苦不受甜。这首歌曲叫做《一生只有你》。一生只有你啊，对不哈？搁说了第2首。原来一心相比，唔通来是情。这首歌叫做《春梦不了情》。春梦不了情。日语歌曲的歌名叫做《免爱一路里》。是吼，好来哦，感谢。即嘛拢总伫即内底，小等下咱会邀出一位观众朋友，咱就是要来送咱即条咱这多功能的纱布盖毯，即个当当做布被啊，当做毯啊来使用。洗布，看是要洗布、洗啊，棉洗布。即嘛目前观众朋友，咱可能拢有凉感纱啦，毛像毛巾安尼绵啊，对无吼？但是咱若棉洗长长的时阵吼，迄就是怎啊，囡仔行会过敏啊，因为迄拢有一寡棉絮嘛，吼。这呢足好就对了。
这拢总你安尼赢，拢总无棉絮，吼啊米愈细愈嫩，吼啊160公分，无人送甲遮大条啦。我就当作我咧讲吼，我真正是一领粗，一领夹，安尼都有够啊哈。啊，这若要讲吼，你若伫房间你一领粗一领夹吼，啊要洗的时阵佫足方便的，去就等落洗衫机，人个一工就干呢。这较早红鞋啊，是生出来有无？嘿，拢爱用这种棉丝布。迄棉丝布有无？吼，因伊个肉足幼的有无？系啊，所以讲，你就感觉咧触感的时阵。料珠啊嘛爱用棉丝布，迄以前古早时代，咱的料珠毋是即马拢有什么吸水吸汗。嘿啊，吸水吸汗，这就上个人讲的，拢爱用棉丝布，啊咧吸水吸汗，吸迄料珠，咱来做料珠啊，真正有够好的啦，吼。好来，准备哈，啊来，老师你来准备下一首歌曲，互你看者吼。速。当然来进广告啊啦，吼，啊今仔日广告吼。应观众朋友的要求，伊讲放人啊，啊你只鱼啊足久无掠出来啊，咱迄只大只鱼，迄只龙鱼吼，你敢知影吼？迄只龙鱼爱6公斤的时阵，才有法度处理的哈，哦，啊饲3冬啦，饲满3冬，嘿，爱满3年哦，伊才有差不多6公斤左右吼。啊，这112只的时阵，才有法度萃取1公斤尔，所以讲这是真正是安怎？真宝贵啦，尤其是伊对着咱即条人讲龙鱼过龙骨，真正，迄吼伊内底伊的成分，就是安怎，伊内底的胶原蛋白，那食落去了，伊走入去，我咧讲，伊敢若袂输佫迄啊，人讲迄卫星导航的吼，伊会导航去你所需要所在，全甲你吸掉咧，了后，互咱在内底骨毛骨想哦，这若无够的所在，斗甲你增生，斗甲你增生。毋只有咱足侪时段讲啊，我本地安尼困，安尼，都安尼真艰苦。暗时若困的时阵吼，安尼倒掉咧，拢安尼，安尼微壮。哪食哪经开的时阵，加足轻松的哈。也有人食好去啊，本地拢爱穿T衫，即马T衫拢定掉。本地爱吐乖啊，因为安怎？迄若安尼缀着神经筋，骹拢总无力，会反我来讲，规双骹麻到要行路拢有困难，对无？食甲拢好势，吼！所以讲来，今仔日咯，咱小等啊广告的时阵，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加码了吼，等下安怎讲无要紧啦，今仔等下嘛加码，上重要，真领，恁今仔若电话有卡通，有甲我掠鸟啊，吼，掠等下这档哦吼，我这条拢总送，做回馈送互你。系啊，送咱在免加钱。无加钱，因为有咱观众朋友足可爱，你敢知？讲要甲咱买啦，啊，你都无咧买，你有知买？吼，这公司特别啊啦，就是要送恁的，无要卖恁哦嘿。好来进广告哦。咱今仔再次邀请咱的健康顾问，咱佩蒂来到现场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佩蒂。佩蒂，你敢知影？咱观众朋友等咱这个寻龙鱼等有够久的4个多月啦。吼，啊，咱真正是讲吼，啊，着咱艰苦嘛爱等啦，啊，无都无货。毋是，来，我先甲大家讲一下，毋是干那恁咧等俩，讲真诶，阮外口的通路嘛是拢咧等。哦，因为讲真诶，寻龙鱼吼，大家拢知影讲，伊叫做皇帝鱼，嘛是叫做活化石。啊，伊爱饲也是野生诶，爱12年的时间。啊，你若是讲人工养殖，爱8到10年。而且这中伊偌娇贵，你知无？伊袂使用抗生素呢。是。啊，伊的水质也很要求呢。比如说，伊的水质要很干净、无污染的水质，伊才有法度健康活泼的长大哦。所以你讲等那久，不是无原因呢。是的。安哥呢，想到即马，你若讲顾龙骨，吼，顾咱这个龙条，大家可以想过寻龙鱼是安怎？对。因为伊内底有足侪软骨素，是有80%咱的人体会使吸收。啊，内底伊个有胶原蛋白这个物件，而是2型胶原蛋白，就是讲吼，补咱的软骨塑料咧，过来就是讲吼，互你的几个软骨。较软 Q 的啦，对啦。而且你要知哦，咱的软骨不是讲干软骨需要，还有的韧带嘛需要，吼韧带啊，过来就是咱的血管嘛需要。是的。因为你的血管也是有软骨塑料，伊会较软 Q，吼，较有弹性，较袂去瘪去，所以。阮外口通路的软骨素，阮这寻龙鱼嘛是袂做好的啦。对啊，所以讲这样法度。而且吼，观众朋友啊，咱这吼寻龙鱼咧取得的时阵，佫无共款。对啊。吼，听讲爱饲偌久啊？我来讲，8到10年。8到10年。8到10年哦。啊，相当于你讲等一周等那久，让你等待的值得，是因为阮这1公斤的精华，要用120只的寻龙鱼去萃取出来。
所以讲这尔好，这个效果这尔好啦，对，是不是？所以效果才会这样好。所以讲外口谁来等啊久啊，不是干那你等，大家拢会等。安尼哦，我来讲吼，佩蒂，咱上市的时候呢，咱都有讲过啊嘛吼，咱要这一盒就是2000块嘛，对，吼。没，进前市价是2000块，你好好讲一下。进前市价是2000块，嘿，我甲大家讲，按讲原物料拢会起，过一个年，大概啥物物件拢会起，买菜、买衫拢会起，买衫拢会起，所以阮外口讲真诶，一盒就是起到2500，因为阮内底佫有一个成分叫做 MMN，MMN 这个成分，我相信大家时代嘛拢不陌生，因为伊含李嘉诚，亚洲首富李嘉诚，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，伊嘛拢研究这个 MMN， 真的，因为 MMN 就是互咱的细胞活化，咱的肌肉细胞活化，我给你改善你有肌少症的问题，所以阮内底寻龙鱼有，过来佫有这个 MMN 这个成分，所以外口一定起到2500一盒啊。是哦，但是咱即马若来咧卖的时阵，咱总袂使2500一盒啊。咱进前伫咧卖的时阵，我知影讲咱是2盒一只，就卖互咱观众朋友3000块。对啦，所以今仔来就是等待你一定会想讲来个讲起个无意思嘛。对啦，所以今仔就是讲，我赶快维持之前2盒3000块吼，大家。2盒3000块吼。讲咱外口安怎起，我就是今仔来就是赶快2盒3000块。但是今仔退题呢，2盒3000块时阵吼，我咧讲啦，咱观众朋友等较久，咱佫加送一盒啊啦，真的啦，哦，送一盒。嘿，咱一个陈妈妈，头2天甲我敲一解电话，讲哎哟，我都食甲遐好着，哪会佫无啊啦？好，为着迄个陈妈妈，所以今仔就是讲3盒3000块，问题咱限量50组，50组吼，50组的好啊，好，会使，安尼会使，来电话赶紧卡080085181080081518哦，观众朋友啊，阮这是2盒就要3000块哦，对，今仔再加嘛，佫加1盒哦，若是大组的咧。大组的，你也讲，比如讲，大组就是爸爸要食，妈妈要食，吼，也是讲一寡，比如说20-30岁，其实嘛拢有一寡两句的问题，电脑坐久的吼，电脑真坐久的，其实拢有这个。年轻人也一样哦。对，吼，嘛拢有这个问题，所以你今仔买大组绝对较会好，因为你也今仔要囤货，就是6盒6000块，6盒6000块，大家。对，但是配题要加嘛。来，我知，今仔我直接去送一盒给大家。外面市价1盒2500，对，1盒内底是60粒哦。今仔安尼买这组的时阵，佫趁着2500块。是，所以今仔你买大组较会好，就是拢总7盒6000块哦，大家要安怎食？你也是讲哦，你要保养的，一天食2粒。你也是讲开始酸开始抽，无爽快啦。对。套炸各吃2碗，早晚各吃2颗的好啊，2颗哦，2颗，各2颗盒，总共7盒。啊，我跟你讲，今仔配题加码，对不对？帮你嘛要甲加码。我跟你讲啊，买大组较会好啦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注意听哦，注意听哦。我听。伊讲吼，干那炸200盒来尔啦。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来啦，观众朋友。大家嘛要买大组的，不是来了，因为我跟你讲吼，是安尼佫甲我加度，因为我知影讲咱在了解讲咱这时代讲，哪会等较久啦？你就是爱互因，反正我甲大家讲一个，反正无紧，你要不管你买细组也买大组拢好，反正我是200盒，200盒，你大组先卖了，细组就无啊。对啊哈，你细组先卖了，大组就无啊。安尼是该买大组。所以不管你就是家己去调，你家己去调。电话互咱观众朋友卡，08008518，这个时间我跟你讲哦，但观众朋友，你电话好哪举开卡电话啊？你若好上班的时阵无啊，就是无啊哈。200盒而已哈，200盒我跟你讲，才几个人客尔，来08008518，来0800815181。为什么你一定要买芳玲介绍咱去做寻龙鱼呢？我先甲大家讲，外口即马做者寻龙鱼。对啊，不可否认嘛哈，你去药房嘛拢做看者做者寻龙鱼。第一介绍无俗，对，好。第二，想到做者人食，搁等来食阮的寻龙鱼，哈，搁甲你回购很多。为什么？第一个是因为讲，我们1公斤的精华要用120只的寻龙鱼去萃出来，是的，所以等于浓缩再浓缩，而且是小分子，你吸收较会好。过来就是讲，外口无人甲你开 MMN 啦，没有啦，就是寻龙鱼尔啦。因为 MMN 是一个成分，伊也一个成本，伊也一个计数。寻龙鱼精华，一个是一个成本，吼，恁2个加起来一定是往上加。对，问题阮真的是这2个成分拢有，吼，拢甲你加伫内底，所以
不管讲吼，你有肌少症的，你要互你肌肉细胞活化，我用 MN 这个成分。再来就是讲，你要顾你的龙骨的、龙条的，阮个有寻龙鱼这个成分。对，而且你爱知哦，阮全部拢是浓缩再浓缩萃取出来的，所以做人讲哦，我食一礼拜有感觉，真的，本来会酸的，坐电脑头前开始这条龙条不舒服的。安尼嘛艰苦，安尼嘛艰苦的呢。是，所以呢，想到伊要等，想到伊愿意等4个月、半年时间，伊愿意等，看到阮来个一直回购，就是因为讲阮全部拢是浓缩，互你食有感觉就对啊。对，所以讲来，观众朋友啦，电话赶紧卡哈，080081051810815181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哇，你讲拢总满线啦吼。来，观众朋友啊，咱这组咱寻龙鱼吼，咱的寻龙鱼内底佮加上 NMN， 来你注意看吼，注意看哈。来，咱观众朋友啊，这呢真正是成本有够悬的。今天这个特惠组呢，你今仔定义讲买8盒6000块，本地8盒是爱偌济啊？我咧讲就是爱2万块的哈。来，你好。来，你等一下下个刷卡给你接落去哦，嘿，谢谢。来，0800810581815181哦，吼，观众朋友啊，今仔日我咧讲，所有物资拢总起价，尤其是 NMM 这个是8个诺贝尔得奖，甲咱肯定的哈。即马是我首富啦、好野人啦、先生啊，拢是咧食这种物件叫 NMM， 伊会安怎活化咱的细胞。互咱逆转胜，就讲互你变少年，一寡无法度生出来，吼，无法度安尼，像讲说咱这个龙骨，吼，龙条，伫咧艰苦的时阵，吼，你都无，佫想生袂出来啊，伊会当互你安怎，敢若去点着油共款哈，来，所以讲，喂，你好。来，哇，有个老师来到接啊吼！来，0800810581，0800815181，唔要买贵，观众朋友你就是3盒就是3000块，一盒互咱观众朋友原底就是爱2500块，2500块，咱今仔3盒7500块对无？这甲你收偌济？3000块尔，吼，3000块尔。啊，若是8盒摕倒转去，原底就是爱偌济啊？多爱2万块，2万块，观众朋友啊，今仔这组摕倒转去的时阵，特别甲咱观众朋友争取的哦，6000块，一盒才剩600块尔。吼，这平常时若保养，尤其是咱这个吼寻龙鱼，你若进前吼有食过就知影，真正是有够好的啦吼。喂，你好。喂。是大组啊，你买一组？大组一组吼。敢若食，早食2粒，暗时食2粒哦。对，早晚各2颗哦嘿。你食2摆哦。嘿，2摆哦嘿。我生手骨生，你才骨生拢有啊哦。可以哦吼，拢会使食吼。大组组啊。大组8盒一组吼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这是咱的姚军大哥吼，来，0800810581，而且吼，直接甲咱观众朋友报告，我这是小分子的吼，拢总是小分子，所以讲吼，伊加足好吸收的，吼，加足好吸收的哈。喂，叫金姐啊，要大组还是细组的？喂，你好。哈？我等下给你回电话啊，哈，好，谢谢。喂，你好，你叫我姐。要大组细组的？哦，哈？大组细组的？喂？要大组细组？嘿，对啊，嘿啦，吼。对，好，好，谢谢哦。60粒的。嘿，对，好。有啊，我拄则都有讲啊，你等我，你挂掉，你就看到啊，哈，好。来哦，今天加码哦，加码送哦，吼。大组是8盒吧啦，吼。啊，阮拄则入去我这咧问啦，这条拢总送啦，好无？吼，你莫讲大组细组啦，吼。你若信任芳龄的时阵，你就摕大组搁加盒，再加码2盒嘛，吼。啊，这条吼棉丝哦，这棉丝足大条的吼。160公分，吼，也是80公分宽，吼，长度160公分哈。你看是要粗要夹，啊，要抓，拢总足好势，正港棉丝6个棉丝哦，吼。好来，谢谢大家，老师，你准备唱歌咯，吼。
好来，谢谢哇，规个吼，真正拢满线咧。啊，我吼，恁若咧满线的时阵吼，我若照你讲，我是爱较紧来，互老师吼唱歌，我较紧落线啊，甲迄个。喂，你好，新朋友吼。喂。啊，大哥，你新朋友吼？嘿，啊，你要大组细组的？我大组。大组吼，啊，我较等下才敲电话甲你问主旨哈，你先落线者后嘿，吼，规个拢总满线，谢谢你哦嘿，感谢。来，老师来安排一首或者再会干一杯。来，老师伫要唱歌之前呢，方连先来邀出一位观众朋友，吼，咱拄则因为邀歌这先离个帅无，等下个吼，好，时间用要袂赴，你敢知？啊，尤其是我咧讲吼，线顶即摆伫咧等候的吼，咱即摆佫有4线电话还未接开，吼，谢谢哦，咱的阿雷姐啊。谢谢咱的春雄大哥哦，哇，感谢恁吼，咧给咱加油啦吼，还有个咱配音哦吼，配音还有我们的光碧姐姐哈，来，我今晚先来邀出哈，再来到这边哈。坤地大哥吼，坤地大哥，恭喜你哦吼！坤地大哥嘿，来谢诗吼，西施的诗哦吼。音乐加走落去。好来，安尼吼，帮你来线卡，老师你来唱歌吼，啊我来线卡倒接电话啦吼，你讲我买啊规拢总满线啦吼。啊，大家先喂，你好，这是刘小姐了，刘小姐。喂，你好，来，迄个音乐甲收起来。这就是安那广告交换，你才有法度去摕到遮尔好的这个产品，吼啊，遮尔公道啦，这等于无趁钱，啊无趁钱要创啥？做功德，吼啊你食了好用的时阵，啊就手上达成伊的目的，什么目的？吼，恁达以后的时阵啊，这个药房买就好啊，吼，药房即摆现主持就有啊，来，你买着等于就是啥？等于就大卖价。代理商的介绍，吼，多等于多2000块的新春偌济，剩600啦。我咧讲吼，即摆足侪咱时代吼，讲边边啊鱼啊来讲，拢咧食鲨鱼软骨。我咧讲哦，伊内底活性盐软骨素是鲨鱼软骨的15倍啦。是。所以讲啊，伊的含量搁较悬，加30%伫咧，吼，高达30%。所以讲，你若是有即支两条的问题，歪去啦。带就艰苦安尼，坐安尼嘛艰苦，坐安尼嘛艰苦，拢会点着的这。我拜托你讲诶，甲试看卖，你要细组食看卖啊就好嘛吼。信任芳龄哈，而且我们今天有加码哦嘿。好来安排一首。再会干一杯。暂时莫讲伤心话，惜白的酒干一杯。想起来，我只是对你太痴迷，拢无考虑咱将来的问题。我感觉。行无自家，甲你来做伙，莫讲啦，莫讲，来烧白的酒，咱来干一杯，啊干一杯。白的酒干一杯，
来感谢咱观众朋友今日准时收看咱去大播歌声的节目，时间短短啊，吼，咱本准备要录节目啊，但是录节目了后呢，工人甲方面拢总继续伫线下甲恁做服务吼，电话继续互恁卡。你唔好去卡拍手专线，拍手专线无伫咧接，哦，你爱卡咱的节目专线，或者是迄支0800810810081528，而且祝您健康快乐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拢无考虑咱将来的问题，我感觉穷囝无资格。甲你来做伙，莫讲啦，莫讲，来相别的酒，咱来干一杯，干一杯。谢谢，再会，干一杯。